到咱厝啦。哇，客厅还阁大间呢。哦，这座水哦，这座水哦。这碰面呢？这皮做的皮包的呢？哦，是是是是。爸，你的房间伫遐，我带来看卖。来房间看卖啊。这样。歹势吼，拄仔位下讲起来无地啦。不要紧啦，姐夫，我袂去打啦。来房间看了啦。你台北这有什么公务厝，楼顶楼骹你就拍到一眼也看袂到天啦，拖较大的，暗时好拖啦。这真正吼，足空气个歹，下钱啊满世界拢顶甲安尼，目睭皱，拢用迄铁桶顶起来。这摆你若火烧厝，我走咯。爸，台北的厝公务本来就是拢安尼啊嘛。迄当阵吼，那厝卖去了后，我规气吼就住庄脚组一间啊，住遐嘛阁有朋友。哦，住遮真正袂习惯哦。对啦，爸，你拄来遮吼较清楚啦，我长时间吼就会惯势啊。惯势，我看阁有，毋知要几年才有法度惯势啦。爸，无你多少小坐者，我先入来内面甲你款行李啊。无咯，这我家己款就好。房间咱两个斗阵款啦吼。对啦，家伙，你要较早转啊，无恁某迄玉典哦，毋知佮甲你念屎啊，毋通阁误会。我较好，台湾鸡哈。好啦，我知啦。哇，今日阁穿得袂歹，我今日敢若会记得较早转去啊。好啦，好。姐夫，这5万吼，你收起来。那你摕遐钱要创啊？啊？无啦，姐夫，我就想讲吼，你想安那？阮爸即摆来恁遮住吼，这淡薄仔斗相天啊。免的，啊厝内底吼3顿也无欠一箱猪一块碗，啊阮食啥爸就对阮食啥，也就去枵着啊。你即摆有钱啊？爸财产拢分互你啦，吼，你较有我较无啦。你即摆是摕遐钱咧甲我支哦，啊？无啦，姐夫，我意思是讲吼，阿爸你遮吼，你遮大吼，3、5千嘛爱所谓啊，这麻烦你摕阮爸就好啊。毋免，我搁安那无爸的所谓，我还有法度互伊咧，啊？今日摕咧转去。啊，恁两个是安怎啦？爸来厝的，恁两个安尼讲到大声声，恁是咧玩啥啦？你不要家己问恁小弟哦。姐啊，我拄仔想讲吼，摕5万块放咱姐夫遮啦。啊，万一吼，爸即摆住来遮吼，若要所谓就有咧，姐夫就毋收呢。哎哟，恁姐夫的个性你也毋是毋知影，伊若无爱摕你就莫硬要互伊嘛。啊，恁两个话讲咧大细声，劝爸听着要安怎咧？姐啊，这钱放咱遮啦，你连敢要用嘛有啦。我厝有代志吼，我先来走啦。家叫，阿忠啊，啊那规客厅拢无某人，你敢咪小吹笑？哎呦，这都到些大钱要创啊！那是什么公务处？啊，连那别墅都找无，害我厝了无地通啊选。走起来！走起来！啊你下狗啊？你才会我叫讲你下狗咧，原来你就会讲话咧。走起！啊你先安尼跪遐哭，啊？我知，一定是伫咧学校去互你的男同学求对吗？毋是啊，我知，一定是功课没有做，被老师打吼，对不对？毋是啦。啊，无是安怎啦？无你是安怎在哭啦？老师跟妈妈说，袂使甲陌生人讲话。毋是啦，陌是讲吼，你甲我拢无熟悉的意思。哦，陌生人就是无熟悉啊！我叫讲陌一个青人咧，吼拢无熟悉，啥物你无熟悉？阿公住伫遐即间啊，拢无熟悉。啊，你住伫倒？
我住伫这间。哦，这间啊，啊，是住你对面小无熟悉。阿公甲你讲，阿公今仔才为下讲起来，咱住对面，恁老师毋是有讲住对面就是爱迄敦睦亲邻啊，对吧？唔是啦，是敦亲睦邻，唔是敦睦亲邻。这查某囡仔贵有影实在，啊差一字尔啊，讲到安尼遐尼误当啊，讲唔对伊啊。啊就敦亲睦邻咯，对无？啊就是讲咱小对面，就是厝边隔壁，啊厝边隔壁就爱迄守望相助，对。哎呦，啊无要紧啦，啊你先啊，哪会留遐在哭啦？啊？啊，我就甲锁匙拍唔好去啊！啊，我妈妈去上班，啊阿嬷阁无伫咧，我就唔知囥喺遐卡。恁这吼，就是啊对，我看到电视，讲恁这台北囡仔吼，拢互落迄个钥匙儿童，对无？拢爱炸锁匙的囡仔啊！哎呦，恁这可怜啦，啊无所在通耍，啊转来就搁爱钥匙，对无？爱锁匙，人阮迄砖头拢毋免。吼，咱嘛大门拢嘛不管是开，啊无拆啊，要转来就转来，嘿啊，拢无拆啊！啊，你毋知恁老母当时要转来？我唔知影。无安尼哦，啊无，来阿公遐客厅坐。无要紧啦，阿公哦，为下讲哦，有早者足济迄款的物仔，好耍的物仔。我本来要还孙仔耍，啊，阮孙仔就要出事咧。哎呀，你先互你耍，好，来，阮遐坐。毋过，无要紧啦，等你免客气啦，免歹势啦，我先，来，免客气，来，阿公哦，来摕好耍物件你耍，好，来坐。对包咧，你来看。这阿公吼为增加体力，你看，后干咯，后红仔飘，后珍珠啊，啊，佫有足济好耍的，嘛有拍这个啊。这是啥物物件？可怜啦，讲到你这都市囡仔吼，就是可怜啦。你都毋捌看，这号落甘露，甘露，可以号落陀螺。陀螺，对，陀螺，你这唔知啊？好，阿公叫我拍干落来，阿公教你说，来，嘿，做我讲，这吼，这手啊爱甜，这爱先放喺只吼，爱甜。咦，安尼，啊只，甜啊紧，拢爱甜好完，才有一空对无？啊，甲冲入，冲买种这啊。哦，啊，安尼，你看，有搞无？阿公你有够搞你看，你袂倒的，安尼这好诶，这拍干咯，安尼有好耍吼。哇！来，阿公我讲，我还袂讲哈。你在创啥啦？哦，拍干咯，我教伊拍。啊，这查某囡仔伊就住咱对面啦。爸，唔是啦。咱住这公务厝吼，地灵足轻的，你住遮拍干路吼，咱会踩着楼顶楼骹呢。对啦，爸，啊，咱要拍干路，毋着去外口迄公园较空旷的所在拍，啊，这个共吵着啦。讲到恁这住这个都市有影有够杂干的，有够孤僻啦！啊，拍一个干路啊，什么吵着厝边隔壁？吼，我干路王呢，阿公叫我拍，少年的时阵就叫我拍什么呢？阿公，伫遮拍干路会去共吵着，啊无我带你来公园啊，公园足大，啊袂去共吵着呢。哎，安尼嘛好哦。去公园拍啦。安尼啊？啊，好，咱来公园拍。好，来，咱摕干路过来记得啊。爸，要去公园佚佗，会去较早转来呢。会啦，我若腹肚枵就会转来啦。阿公，我知你。感谢你嘞啊！爱注意吼。唉，家叫，我是毋知要安怎讲才好啦。你看爸啦，啊头一工来尔，就安尼濒临变吼，啊厝边隔壁拢人吵着。我是来吼，足烦恼讲伊安尼落去吼，真正会甲咱遮麻烦，你知无？啊，你都市囡仔连咧拍干路也袂晓，这吼真正袂转啊！就所以个啦，毋是真正袂转啦。这阿公教你，阿公较早咧少年的时阵，好，大家拢叫我干路王诶。真的啊？这定好，
无规矩安尼啦，这草坡啊吼拍较袂转，你带阿公来看有迄款迄涂骹较平，上好是好拍阿门头的，好无？好，我带你来去。啊天阿妈呢？啊，阮查某囝家己讲叫爱转去食饭，哈哈，无连工才来算吼，啊咱来转去食。袂啦。行啦，转去食饭啦。阿公无。啊，你这囡仔人咩？哎呦，你这老不孝，你老弟哥，你笑啥？哎，迄阮查某孙仔咧，你困无看见？你是要来叫伊对哈？我有。你安怎？哈？我就知影你咧，吼，你想要吼？哎，这查某囡仔济尔呢，你也想要甲拐，你要甲拐对？你讲。我要。我知啦，你想要甲拖喺空厝，想要去做歹代志，对不对？你死老狗，你这老弟。你这老查某啊，哈？什么你老查某啊？你妈呢？还老一个只好高暗的。我带你查某出来要去。我知啦，要去对，就是要去空厝，就去变数。你无回来啦！哎呦，你莫讲话啦！是阿公。什么阿公？骨头已经拍过咧，阿公。我你讲哦，你甲我较差不多的哦。这哦，迄老弟你讲吼，拢孝顺到又寒水。你安怎？你要拖咧拍出手？你小查某，你小查某，有影实在。我好心嘛，你就出来。好心啊啦，你揣者。啊，你是讲我拢唔知啊？讲啊！阿妈。哎呦，你这真正吼！讲你就莫甲叫啦，我来处理就好啦。啊，你免惊啦。你就真正。啊，不行了，哎呦喂啊！我迄骨头不地刚过出只无？啊，不行了，你要拍我你，哈。我你讲哦，你想我探听一个哦，嘿，你目睭门哦，真正是查无起哦，嘿，你耳仔就放开来咧，四个探听看卖啊！我第一只吼是我那足穿的咯，啊，安那要比拳头母哦，大骨都切断，安那几笑呢？哎呀！小查某。你完蛋啊！对啦，你若捌乌青啊啦！哎呀！大死好啦！哎呀，你又查甫拍查某，唔好搞啦！救人哦，查甫拍查某！啊，莫插你啊！小查某有影是啊？小弟弟，小个烫下烫五肚也好白。你好大你讲哦！你讲着俾你啦！好啦！啊，你讲你阿公应笑阿公。我跟你讲哦，今摆这社会有够乱的，若拄着这款老弟哥哦，一定要知影，一定要小可边，人甲讲话，知无？我知啊。来等。